對古代嘅歌謠感覺好陌生，更加唔知道應該點樣唱。現時布農族嘅年輕人只係唱到歌嘅旋律，佢哋缺少文化生活嘅經驗同體驗，所以冇辦法將歌曲嘅味道唱出嚟。所以我呢幾年嚟經常辦活動，譬如返老部落，其實係好想去揾返嗰種感覺返嚟。馬彼得帶領嘅學生展開一次尋根之旅，佢哋揸車到祖先100年前住嘅地方，重新體驗過往布農族喺山林入邊嘅生活。我哋同祖先講，我哋嚟係想學習祖先嘅智慧，點樣喺大自然裏面生存，點樣同大自然共生共存。我哋要開始同祖先對話。Mala untuk adik dah bersana hai tak ada mas untuk ibu tu memang kuat madengas. Sahin啦，這有的話要怎麼辦呢？馬彼得邀請到布農族嘅獵人嚟教導學生山林嘅智慧。課程包括認識植物、製作陷阱同打獵嘅禁忌。當中令學生大為驚訝嘅係布農族嘅傳說之中，好多動物、植物都係由人變成，所以佢哋嘅祖先對天地萬物都保持互相尊重嘅態度。呢班學生喺學習過程之中經常出錯，但係仍然興致高昂。大自然嘅聲音令你覺得好輕鬆，係咪啊？好愉快，仲有呢？全身暖晒，形容得好。我哋嘅祖先由大自然嘅和平之中學習到一樣嘢，用喺生活之中，就係咩呢？唱歌。祖先唱歌嘅聲音係嚟自自然，係學習大自然嘅聲音。馬彼得要求學生唱歌嗰陣，要聆聽其他人嘅聲音，更要聆聽大自然嘅聲音，因為布農族嘅合唱唔係要表現自己，而係追求人與人以及人同自然之間嘅和諧。我哋可以咁講，就係將所有人嘅聲音變成一種聲音，大自然嘅聲音。結束尋根之旅之後，馬彼得加緊練習，要令學生凝聚成大自然嘅和諧之音，同時準備迎接即將舉行嘅全國合唱大賽。馬彼得唔係學音樂出身，佢其實只係一名體育老師。好多人懷疑佢識唔識教合唱團，佢笑笑口咁話：佢哋真正嘅老師係蟲鳴鳥叫、溪流同山林。別把車弄壞了哦！就要買那麼小的車。對了。練習之後，為咗唔使學生摸黑行半個鐘頭山路翻屋企，呢位校長要兼任司機，佢最高紀錄可以一次載17個學生。我哋發現馬彼得就好似呢班學生嘅孩子王。求神賜給我們能力、膽識、勇氣，讓我們快樂地唱。
馬彼得同佢個學生經過1年嘅練習之後，而家準備初試提升。今日係全國合唱比賽，東部國小可唔可以用大自然嘅聲音脫穎而出呢？2號東部國小請上台。合唱對我哋嚟講，名次唔係最重要嘅嘢。我哋將唱歌當作一種教育嘅方式，透過合唱教導小朋友布農族傳統文化真正嘅內涵。其實係回歸大自然之中，無論歌曲、生活都不斷追求實踐，同大自然和諧共生，係一個生命共同體嘅概念。布農族擁有著名嘅合唱文化，用嚟表達對大自然嘅感謝。